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抱着咱的梦，抱着一个梦，毋惊风冷霜冻。咱的祖先拼过乌水沟，拼过毋知名的渔港，拼过看茫茫的大海，拄风浸水驶孤篷。抱着一个梦，咱的岛屿；抱着祖先的梦，无数的海洋；抱着祖先的梦，漩涡的海洋，月光照落的山河；抱着祖先的梦，每一个渔港，每一只船的出航，有祖先的梦。咱的土地有梦，咱的溪水有梦，咱的田园有梦，有祖先的梦。抱着一个梦，毋免心沉重，不管做倒行，不管担菜也卖葱，不管做事也做工，努力来打拼，一定有希望。毋免惊天暗，毋免惊雨水破一通，出外的心情放乎轻松。不管是顶港下港，台湾头台湾尾，大家拢有望。抱着咱的梦，有一天，一定毋是眠梦。春花开出咱的美梦，咱会完成祖先的心愿，完成祖先的梦。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75集，欣赏的是台南的黄敬莲老师伊的作品《抱着咱的梦》。继续，咱邀请吴家芬老师来跟咱分享黄老师这首诗创作的背景甲含义。这首诗是黄敬莲老师伊伫1972年所写的吼，伫迄个历史刊捌来发表过。伫1993年的时阵，伫伊迄本《恶杂的城市》内底有来出版。这首诗其实咱真好理解，虽然诗有较长，毋过黄敬莲老师有讲过，讲这首诗也是伊的创作内底个人的诗的这个个性是真明显的。每一个人吼，每一个诗人，伊写诗的时阵，拢有伊家己的个性，嘛有伊家己较喜意的诗作这对伊来讲，伊有甲嘉芬特别讲，伊感觉就是伊写遮济首诗内底，算真有代表性的一首诗。对台湾这块土地，对台湾这块岛屿，黄老师伊有足济疼心，所以这首诗足长，毋过伊伫写诗有真悬的音乐性，透过诗的旋律，互咱了解到讲台湾这块土地
以前人讲400多来的历史啦，事实上台湾这块岛屿咱也是知影，伊是上万年啊啦吼，也毋是讲干那400多。毋过咱咧写拢是按汉人来遮开发吼，来做一个起头，所以伫这块岛屿，无论是因为政治因素还是经济因素吼，这遮侪当的变化，所以总是咱无论安怎，咱台湾人。因为是海洋的民族，所以咱的包容性足悬，也较毋惊艰苦，所以有一个乐天的心情。黄老师的个性嘛是较乐观、较乐天的，所以伊写这首诗，就是讲搁较安那艰苦，咱台湾人也是抱着希望。无论讲咱是属农工商，无论做倒一道，你要打菜卖葱，你也是做田人也好，也是讲甲人做工也好，拢是安尼真骨力的打拼。伫这块土地。祖先对咱有愿望，咱家己原来有一个愿望愿望咱台湾会愈来愈好。尤其这首诗伊个愿望讲，咱台湾毋单家己台湾，有一个徛起的所在，也愿望会使伫国际上会使来徛起吼。抱着一个梦，毋惊风冷霜冻。咱的祖先拼过乌水沟，拼过毋知名的渔港。拼过看茫茫的大海，拄风见水，驶孤篷。黄敬莲老师这首诗内底有一寡特殊的台语文的语词，所以去咱继续邀请吴家芬老师来为咱做一个讲解。咱头一趴内底吼，老师有讲到拼过看茫茫的大海。那看茫茫，咱伫台语的语词内底常在听到吼，看茫茫写要安怎写？看当然就是大家拢知影，门内底有一个瓦的读做看嘛吼。茫咱就是用王莽的莽，王莽那个莽。所以在书写上面台语的书写面顶，咱就是写这个门内底一句哇，迄是看莽就用王莽的莽，所以咱读起来就是看茫茫的大海，看茫茫台语这 ABB 这种词，原来非常的多心酸酸看茫茫。这首诗有一句话，就是拄风见水。拄风见水这个意思就是乘风破浪咱若咧写拄风的拄就是提手旁提手旁，然后一个朱元璋的朱，颜色的那个朱见水的见就是嘛是提手边迄个晋就是晋级的晋，就是那个晋朝的晋这句话对于咱台湾人来讲，尤其是咱台湾四边拢是海，所以讨海人真济。拄风见水，驶孤篷，应该就是这个意思真明显，就是咱会知影讲，咱若有鱼仔好食，咱有一寡海产好食，拢是遮的出海人、掠鱼的人，因毋惊拄风见水，咱真有遮的海产好食，要食鱼仔啦，要食一寡海产的物件，拢是遮的。掠鱼的人因逐工就是过这种拄风见水的日子，所以咱有感恩的心保守的海洋甲酸湖的海洋，酸湖这两个字就是珊瑚国语讲珊瑚台语读酸湖，嘛有人读做酸螺，就有迄个螺的音但是咱较通常听到应该是酸湖。过来就是讲，这个驶孤篷，大家应该嘛是拢捌听过啦当然，拄风见水驶孤篷，咱伫真侪歌曲内底比如讲台南之歌，安平对上曲内底都一定有听到这个拄风见水嘛是对内底咱就会使理解。春花开出咱的美梦，咱会完成祖先的心愿，完成祖先的梦。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黄敬莲老师创作，吴家芬老师讲解，闸门溪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
咱后一次再去继续空中再会。